来，搁来即件是有一个网红来分享讲，伊要叫 Uber 车，打电话给司机，煞是真奇怪的人接电话，连续打3通，接电话是无共款的3个人，一个是太太，一个是查甫人，一个是囡仔。不过，这个司机的路线是显示讲，伊正咧开车。这个网红讲，伊是规身躯起鸡母皮的，感觉真恐怖。有网友来留言，讲早伫个2月甲8月，都有人拄过类似的状况。找谁啊？较互虎背司机所听到一个查某人无男无女声音，和 YouTuber 卡特惊一条。喂，等一下哦，电话来了，要去接，不要挂哦。查某人佮计莫挂电话，短短3分钟内共一通电话，说是无共人咧接。等一下，我手机有电话，佮试一摆，所有查甫人声音，卡特专门依照铁路专车惯势，较互司机较亲。毋过虽然刷卡3通电话，接袂通，因的声音说拢怪怪。傻眼啊！想说这个电话到底是打去哪里了？喂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找我阿妈来听电话。阿妈。真的超恐怖的。分享伫咧社群平台顶，嘛是心惊惊。有网友留回早到伫咧2月8月，拢有分享相像的代志。YouTuber 讲，敢是去卡到无信赖电话，毋过因无顶的车搁伫咧叮当，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有网友解说，应该是10几年前流行的创伫铃声，即马真少人知影。毋过真侪人最近坐车爸爸拄过，就是司机的手机啊，可能无正换，转到处理电话才会垮掉，无人。惊敢唔敢困，就是会蛮可怕的吧？就觉得说，那这样子到底是，就是我不知道载人是谁，蛮没有保障的啦。对这件代志，Uber 回应 ，App 叫车的通话拢是无签名、加别的方式，无承认甲平台有关系。没事，超恐怖的，对不对？真侪人都捌拄过这惊的代志，就惊本正担心设计互升级和驾驶方便联络电话，互乘客会感觉无效果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